再来看台北市伫昨暗7点外，艋舺祥和市场的一栋铁厝熊熊着火哦，加在火真紧就拍花，着火原因爱个调查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是开看局处的会议，要求爱强化公安甲消防安全，嘛表示讲会针对一寡旧社区的主体来进行稽查。 消防人员伫巷仔路由黄色红色线边仔的民家几落户的铁厝顶，火烧甲拢乌气变形。虽然火已经拍花，毋过现场也闻得到真重的臭火大味。附近居民回想火灾迄当时，心也真惊。想说应该一下就灭，然后没想到越来越严重，然后而且这边是铁皮屋，所以烧的时候会很快。 这个火灾是27暗时7点外发生的。台北市艋舺祥和市场的一栋铁厝建物传出火灾，因为当地巷仔路正下，佮因为风正透，火烧甲正猛。好佳在警消记无了后，有水线抢救。主体捡烧着的陈先生伊讲，因为伊住2楼，差不多拢烧毁，即马无水无电，安怎善后甲求偿，伊感觉真无奈。不过好佳在边仔的国小附设幼稚园无灾损。 1楼都是水，楼上他妈全部烧光了嘛？你看这里，对不对？楼上全部烧光了啦。因为消防队也来得非常及时，所以呢，火势就控制在民宅那边，并没有延烧到学校幼儿园的范围。 因为香港早拄啊发生丰福湾大火，造成严重伤亡。台北市嘛发生火灾事故，台北市长蒋万安2早起召开看局处会议，特别要求强化公安防护加消防安全。今天我们召开跨局会议，就是以强化公共安全防护为主题，特别针对建筑物施工安全管理，还有消防安全逃生动线等等。那我们也会全面的来加强。 蒋万安讲，会针对辖区内建物施工安全管理、消防安全导向动线等全面加强，也会针对老旧社区集合式主体进行稽查。但是香河市场的火灾造成一个60多岁查某人受伤，意识清醒，互人送去病院救治。详细导火原因也有待监视人员调查清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